该说的已经说过了，成年人的分手没有玩笑。那些信息都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是为了稳住康明。所以你想说什么？说在刚刚的某一瞬间，你觉得你还是喜欢我的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林旺，我喜欢你，我确定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，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不管我是不是喜欢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冲动。可是刚我跳下去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都是你，林旺。我不想再逃避了。高山，我很感激你刚刚不顾一切的来救我，就像当时我毫不犹豫的挡在你身前那样。人总会在危机的时刻激发出压在内心的情感，但日子总归是平凡居多。像这样的场面，我们一生也不会遇到几次，我们的感情也不可能靠这个来维系。我绝不能说爱你，一个人的事虽好啦然比两个人我们现在扯平了，你也不用再对我这个亏欠。虽输了世界，到头来难以抵御。请你夜色弥漫香气，好像你的记忆，让心事凝成雨，爱变成了秘密，就在你消失前，冥冥找到存在的瞬间。如果还会出现，我们一定要拥抱再见，你爱的我不见。这什么情况？明明错过是新的表演，林若受伤了。那这次换高山被甩了。